这里还有纽约人，右边这座应该就是帝国大厦。这个游客的公交车前面这有一排不正经小咖啡。这个建筑的视觉上有点意思。路索，它甚至还有埃及、罗克索，我天！欢迎来到拉斯维加斯，超级多人在这排队打卡这个欢迎广告牌。这真的是在沙漠里建起来的城市。哇，私人飞机扎堆，别人都是停车场，它这里是停机场。你说会不会有大佬吃饱了撑的塞2万美元给我呢？感觉这个比赌博发财几率高嘞。拒绝赌博，从你我做起。主要赌博这个东西不怕你赢，就怕你不玩。只要你玩，就会有输光的那一天。这个埃及人片区除了卢克索方尖碑，还有金字塔，市政连项目都来了，就在金字塔正前方。纽约帝国大厦那个片区，这些大楼红红绿绿的，这些个世界各地建筑比澳门还要丰富。自由女神像，超大的巧克力豆和可乐广告牌，里头有好几层，就是个超大的周边店，花10刀可以定制可乐罐。可以，看来纽约给人的城市印象应该就是高楼林立加上灯红酒绿。这个过山车是真的可以飙的。Oh my god， 劳斯莱斯这好老的款啊！还能看到里面内饰，酒店大厅都全是镀金。它这边的路会把你引导进酒店，然后里面绕的跟个迷宫似的。那我要去的地方在这栋楼的后面，结果下面都不让走，没路。总算回到主路上来了。好多人围在这个湖这儿，晚上应该是会有喷泉。我在想，这个地方的流浪汉这么热，在这里流浪，是不是因为都是赌书赌光了？正说着呢，都已经开喷了，这喷泉可以嘞。今晚黄昏这个云还蛮漂亮的。这个窗外好梦幻啊，真的纸醉金迷的感觉。特别是以这个窗户还有阳台作为前景，哇！以埃菲尔铁塔为背景，宿醉电影里头当时那几个傻瓜蛋大概就是在这几栋大厦的楼顶干杯。这座大厦灯光有罪恶都市那味儿了。胜利女神雕像正品咱们见过，在巴黎卢浮宫。凯撒雕像背后是一个不那么残破的罗马斗兽场。远处铁塔所在的那条街就是赌城大道。哇，今天这个月亮纯粹一轮弯刀，这块天空的色彩真的好漂亮啊！这还有一个很明显是删减过的罗马许愿池。福克威尼斯里亚托桥，不过这下面是车道，威尼斯是水道。哇，它这也有贡多拉哎，不过他们这是室外的，澳门在室内。街头艺人打鼓的。拉斯维加斯大桥，哎，这上面播这个地儿咱去过，阿布扎比卢浮宫。哇，水晶球，这个球远看确实很有感觉，近看看看，哇，近看的效果啊，这还离得不够近。OK， 这回离得够近了，感觉全是像素点一样的。这怎么还有只小腿？突然想到今天魔盗团里的台词了。The closer you look, the less you see。可容不转头。真的，我挺好奇的，住这种豪华酒店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就算真的住，也是分2种心态，一种是紧紧巴巴的体验一晚，一种是完全是当宿舍在住。想来再舒服也不如前几年冬天我浑身被淋得湿透，开的那间带暖气的电竞房舒服。对我这种豪华酒店里会有电竞房吗？和澳门威尼斯人一样，商场里的假天空。